大家好，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關於陳松伶。開始前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大家仲記唔記得陳松伶啊？佢嘅人生有過高光無限，亦都歷過風雨坎坷。15歲嗰陣，陳松伶參加 TVB 葉倩文歌唱大賽，憑住一首零時10分，一舉奪冠，順利簽約出道，從此打開演藝之路。之後佢拍《天涯歌女》飾演周璇，一炮而紅，成為 TVB 最年輕嘅當家花旦之一，同關詠荷、邵美琪等齊名第二代花旦。90年代係佢嘅黃金時期，影視歌三邊開花，拍《笑看風雲》、《天地男兒》等經典劇集，被封為最高收視率女王，出嘅唱片更賣到600金，仲有兒歌皇后嘅美譽，仲同張學友合作經典音樂劇《雪狼湖》，紅到新加坡，連續6年攞到當地學生投票嘅最受歡迎女演員，當年嘅風頭真係一時無兩。但人生從來唔係一路坦途，2005年對陳松伶來講係最黑暗嘅一年。佢被相識多年嘅經紀人捲走幾千萬積蓄，屋企老豆同外公又相繼離世，接二連三嘅打擊之下，仲檢查出卵巢腫瘤，做手術之後永遠失去咗生育能力。多重打擊湧來，佢患上咗抑鬱症，慢慢淡出咗大眾嘅視線，一度消失喺演藝圈。所幸低谷之中，陳松伶遇到咗一生摯愛張鐸。2006年二人因拍攝《血味冷》相識，張鐸睇到佢嘅脆弱同堅強，不離不棄陪佢走過最難捱嘅日子，陪佢對抗抑鬱，給佢溫暖同力量。2011年二人正式結婚，之後定居北京，陳松伶終於有咗屬於自己嘅溫暖港灣。從來唔會向命運低頭嘅陳松伶，喺愛嘅陪伴之下，慢慢走出陰影，決定重返演藝圈。2016年，佢參加跨界歌王，熟悉嘅港樂聲線，一開口就勾起無數人嘅青春回憶，順利重返大眾視野。之後佢回歸 TVB 拍福爾摩斯奶，再到2020年參加乘風破浪的姐姐，讓年輕觀眾都認識咗呢個堅強又有實力嘅姐姐。佢重登香港紅館開演唱會，繼續發歌拍戲，將曾經嘅黑暗都活成咗屬於自己嘅生命之光。如今嘅陳松伶同張鐸感情穩定，事業得意，依舊活躍喺熒幕前，而且佢多年來一直堅持做公益，每出一張唱片都會捐出固定比例嘅收入幫助腦癱兒童，從未間斷。從閃耀的童星花旦到歷經磨難的堅強女性，陳松伶用一生證明，風雨過後終會見彩虹，溫柔堅韌的人終會被世界溫柔以待。